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5，歌罗西书3章12节安尼讲：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神也得到听的，就用怜悯的心，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三甲来祈祷，竞选阮做子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圣、至大、无通比的上帝，你的宝座坚固伫天里，天是你的座位，地是你的脚垫，所有一切拢是你所创造，这个拢是你的，阮也是你的，所以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，阮的头要因为你来举悬，阮的嘴要因为你的名来大声婀娜唱歌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欢喜竞选阮这个卑微小可的人，因着你的疼来敬阮，所以阮就用怜悯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，甲吞忍做相来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拣选咱，成做伊的子民，伊听咱到安尼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